今日就有個無水酸奶排包，麵包加咗酸奶，奶香濃郁而分外清新。酸奶有益又健康，同埋呢個份量比較細，用咗一次發酵法，所以製作方便。除咗黃油同埋鹽，所有材料放入攪拌缸，打至粗末，加入黃油同埋鹽，先低速後中高速打好麵團，收完。室溫鬆弛30分鐘之後，平均分5份，乾開，捲成長條形。呢個我用咗8方寸烤盤，最後發酵至雙倍大，大概65分鐘。入爐之前拆蛋液，放入已經預熱嘅烤箱。上下火170度烤大概19分鐘，麵包香軟，唔知係咪同加咗酸奶有關係呢？有興趣嘅你都可以試下喎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